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休閒小生又有好介紹啦。大家平時出街食嘢，各色其色，諗起都開心啦。但係如果食得太豐富、高鹽高油嘅食物，可能就會令到你肥嘟嘟、高膽固醇，甚至有都市人常見嘅糖尿病噶啦。所以我今日就打算同大家分享一個健康、好味又有益嘅飲品，就係蘋果醋薑汁蜂蜜露。如果大家想知道點做嘅話呢，記得唔好行開，花2-3分鐘時間睇埋我今日條視頻啦。喺我分享之前，請大家免費訂閱我休閒小生嘅頻道，仲有撳埋個鐘仔，當有新片上架嘅時候，就會即時通知大家噶啦。蘋果醋嘅好處呢，我想講講，佢可以治療腹瀉，幫助消化，降低血糖嘅水平，尤其是對於一啲糖尿病患者嚟講，飲用蘋果醋相關嘅飲料，對於控制血糖嚟講，都係非常之有幫助㗎。有研究報告指出，蘋果醋仲能夠有效促進血液脂肪嘅分解，唔單止可以令到你嘅身體更加健康，仲能夠達到健美減肥嘅功效㗎。我哋生活喺城市裏邊，食物實在太豐富啦，好多人都有脂肪肝嘅情況出現，而蘋果醋就能夠有效降低內臟脂肪嘅水平啊！我今次會做1公升嘅蘋果醋薑汁蜂蜜露，會用到大概1湯匙嘅薑汁啦。咁而家先嚟處理咗啲薑先。到調校個蘋果醋薑汁蜂蜜露啦，先加入2.5湯匙嘅蘋果醋，加入3湯匙嘅蜂蜜，1湯匙嘅薑汁，再加入適量嘅室溫水，然後將所有嘅材料攪溶晒佢啦。咁最後再加入適量嘅室溫水，令到個總容量達到1公升為止，咁就 OK 㗎啦。我今日呢一個蘋果醋薑汁蜂蜜露又搞掂啦，大家鍾唔鍾意呢？健康係無價嘅，只要我哋多加留意，其實環繞住我哋身邊好多平民又貼地嘅食材啊，樣樣都係寶嚟㗎。至於詳細嘅材料分量，可以參考我視頻裏邊嘅內容部分，就有相關嘅中英文食譜㗎啦。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呢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將個視頻分享出去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